不知西风地几层，琉璃为殿，月为灯。终年不遇看日益，长寿灵泉有为灯。老僧齐宣禅师是也，自幼持家修行，今年91岁，参成佛祖，正取刚宗，无因世下，弄月朝风。试问500年前有一夜战，2天间年中，前身曾为貔貅，跟随大漠祖师渡江。地扬州有祈福以来，劈破宝塔，老僧一时捧至莲花灯，上于七层塔上，失手牵血莲灯，热油之于一血之内。此血中流传有84000户蝼蚁，燃灯念佛之时，他便迟来先走暂停，今这热油下至，坏了多身，老僧甚是忏悔，凄惨大漠老师傅。老师傅说道：“不妨，他重也将近500年后，定有灵变。取之到今，恰好500来岁，今至扬州了此一战。”禅堂幽静，我且日定片时，看作什么境界？
江山逝去汉城里，有今夕去乎其断然且向君臣，真乃国中有国，谁言真下风声？淮安国之事也，本为蝼蚁，列好匹夫，彼国基于淮安，火不能分，口不能发，外有右相之志，内有中宫之喜，公之要防资财官事，却刺绣于令知夫人，手施施于上贞仙姑，婚嫁及其，必须有颜之人，方得有情之事。啊，千岁，神女穷疑君之，颇会巧身，此事若交于他，定不负所托。好，如此，先还公之上殿，示以此意，乱何？说是吩咐神女一计而
行。来，宣公之上殿。公举上殿。万之分临春，也会的诗句一般神佛教化论，这一方西东方中水从记了。儿啊，你年已接近，名放龙涌，今生一遇过母，他生一起家人。来，宣君之上殿。君居上殿。君居琼英客退，母王千岁，娘娘千岁。平身。公举见礼，孙子到来。君之听之。既因要方章程，要与人间昭宣驸马。是啊，分得七月设欧，扬州孝感寺，礼请齐宣阐释讲经，真公是甚善甚好。大我得其事。君之倒是可同灵芝夫人、上真仙姑三人同往听讲。但有应尽之事，便可留神。谨遵一旨。
之，此非小可之事。去何？小白日些了结，要老娘心上正是。玄佛场中却绚烂，禅床侧畔看风窗。别去别来，须引用，好饮先报与娘尝。我说那位啊，你大些的耳朵再欢喜吃，少个嘴了。那耳朵再欢喜吃，金门干粮。哎，还是海嘴呀！哦哟，我也当你相公白嘴起噻，我也当你相公白嘴起噻。
了神东平盛世，复兴春雨民丰。曾报淮南军撇将，偶然嗜酒，神之帅之心，因而弃官，臣落魄之下。嫁去广陵城舍令，听有孤怀是一之，只干广场牵引手谋，妩媚与群豪纵饮月下。偶此射箭，群豪与人丧。至于落下良人，夫据追鞭，我就脱言。此事天子话，我闻有言。今乃唐曾元7年暮秋之时，吩咐善者爱，置酒怀庭，一款爱有。善者二胡塞。来哉！相公啊，你见我办个生意嘛，我来哉的呢，准备了皇室地务。哎，两位汉语们已经到在。哦，他们来了。来哉！快快有请。有请两位。人生之后怎样之？官是丢地无知有。二兄来了。来了。宿舍门可小条，令人困门。兄，小弟二人将归落后，特来告别。特来告别。吼！你们二人也要回转家乡。正是。好不门神意。不早，我们告辞了。那，你二人去了乎？我带了门神见水魂恩魂。
神父亮。善者啊，相公，杨这一环有什么小情？欲盖，那小干事中原玉兰大会，请齐宣禅师拉到港进。哦，齐宣禅师便去天降去何？哎呦，没来是该，不来是该。革命缺手，乃神与公。这呀！哎呀，鬼才！什么实话？哎，俺是说中在。什么实话？俺是说中在。什么实话？你分明杀气焚香，败了亲
明。四大兵岂不想想？相公啊，快点追呀！多个米，坐进通有旨，传放花木生。善者爱，相公，你且退一下。是在。观音走前，待俺念相报无名。春雨弟子，垂听鸦片，小垂拂去，去听弦惊君。安待天明，天明思亲，观音是光，水足情。是继父相生小女，世间有此天仙呼，但小生小郎，no，寡欲做之上。
看敬爱，分享前往，小生情愿似他，还清酒中也情相害。清光花影，卷卷哭声呀！我春雨分，可是与仙也。看他三回四女，也够情深，却难以相及。且似听进去。此事有情深意，他也去听进，咋瞧他去？哎，我发气子，怎么是？月是来了。最故事，昔次我同上贞子去别了，倒缠他伴着情郎君上。作长宗风，翠竹黄花雪不同。但是众心多恐吓，多传不水，不朝我斗。大众还有金童居士俊秀为
禅堂，为吾宗基再审问答，有解是否？小生春雨分其谁？得来分传，一起问来。是何是根本烦恼？秋怀落尽空宫里，临笔吹边奏关系。秋怀落尽空宫里，临笔吹边奏关系。是何事随缘烦恼？双翅一开千万里，只因情连桥空。双翅一开千万里，只因且因连桥空。那是何破斥这烦恼？唯有梦魂难去日，故乡山水路依稀。非有梦魂难去日，故乡山水路依稀。此身外相虽痴，道可立地成佛。太师几时？以此因何而来？为吾本年因故而来。是了，是了。太师真够天眼通，有个妹子要发，神贵娇小，非可参称。啊，复有金凤钗一双，分析相互一枚，原是将夜方太师爱你。啊，传世凤钗喜何愿意结果？呀，神与佛，皆非世间所有。啊，传世，此女子从何而来？此身垂前望妻，前观音座前，不应过叫醒他。一字转身，一字转身。春雨声可听得么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女子转身，女子转身。日中了，法中之餐，杂日地起来，朕吃。
大枪在里，现盔长，扶儿门中安天退。船逝去了，倒好许那小娘子一回。双飞迎错对我苗不过，这是怎何相变化错？是那凤钗喜欢，就是那妹子夫妻爹母，她年轻可胸看火，空听说是今生当则有那神仙火，妹子。妹子，你有那凤钗喜欢，让她送在空门，何不亲手同下佛罗，红颜下定走进。所以，你叫她妹子哩？我春雨芬好师傅了，小娘子请了，真是。妇女落花还自香，有情流水为水潭君居此事好不得轻易，看来驸马不顾此事，心中小姐。
相公，哎呦，当心点！哎呦，相公，看孩子！哎呦，当心点！哎呦，看孩子！看孩子！海鲜，海鲜，莫为难，天为难，也臣为难。可怜你个相公啊，自从听尽走来子，越发个曲折呀！哎，你都看啊，不是个宰么，谁是个帅？为啥不得这个半瓶醉，口味是来？相公啊，大家在，醒醒啊，醒醒！站着，唤东湖下水而去。是在。让我来再见俗气。回去王继光，道成使者臣。他这水在东南，不免将他唤醒。啊，春雨宫，春雨宫。啊，春雨宫，是谁？俺乃大淮安国使者是也，因何而来？奉国王命，召请春雨宫回驸马。从头下。家具。
往哪里去？向那顾怀虚学下而去。顾怀虚，无所惧，我只意青天去。怀是小学中红英的有过都乎？传与公不及汉朝有过德光国，他国土广大，不过只在德里。还有一个孔安国，他国土安顿，也只在孔安里。怎生怀虚小学中没有国土？顾怀虚，无所惧，我只意青天去。举家不共学语，忽然间山川风回是呀，怎生有这一段所在？不必启程故，至于后生父。一路来，但是见我的都回避千里，何也？不知这四川为什么心声都笔落？
门。好一座大城，城上重雷之户，中间金牌4个字，大淮安国，驸马请。请。呀，安车女分有何因缘，得到此间转天养生，世界澄清也是。此话好不巧奇也。呀，我的3位女客来了。谁写得走啊？是他，是。哎呀，这。所以那册中有喜，万事喜中有凑。阿哥吃郎当欧村上女不嘞？哎呀，这。我们才与小干事江夏供养金钗邂逅，坐下语言中商谈再三，顾盼两句。心中藏之，后设放之。我已今生与此君虽为眷属，我们且到修义宫相会。就是春郎送了月郎。阿兄，别来抚养金凤王命，来为兵相。似非追鞭子花儿休么？正是呀，二位何以在此？小弟谢佑，受制于右相府城会断供，因而识破在此。哈哈，
喜得追鞭子花儿兄也在此，受免结果之叹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啊，驸马，只是进宫成礼。不以今日见此圣礼，愿吾相望，一同前往。啊啊啊啊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催我皇上，催我皇上，开明后送领赏，花灯引导绕城堂，怎金钗惹梦长？人生须记文勇，不落何言？就以人间名为东方。进宫之上殿，公之上殿。请驸马上殿。驸马上殿。
了此功。